咱顺服是上帝是咱的主人啊，对，顺服上帝是咱的主人，后壁面的供应才有亏力吼。意思讲，咱奉主的名做咱的主，咱就毋免烦恼后壁一切，甚至所罗门王上行午的时阵，都毋达到山林的花的一蕊安尼。吼空中的飞鸟山林侪侪的撇甲花，上帝因也无互因栽种，也无收割，但是拢生了非常的水较好。那即个意思是要互咱知影讲，咱诚做上帝百姓，上要紧的是爱伫人生的奋斗的中间，去看见主的应允，无将迄个烦恼藏伫心内，失去基督徒的迄个光明甲荣耀安尼。咱今仔日要通过这段经节，只有31到34来学习吼。第一个就是讲，忧虑甲对未来的恐惧，到底会影响到咱什么吼？咱若拄则有看到圣经节，咱就无一一来读，因为耶稣甲咱讲，茫烦恼食什么穿什么，因为这拢是外邦人所咧追求的。第30是咱的主题，伊讲到大声追求伊的主权，甲伊的旨意实现。这物件就会拢互恁讲。明仔载的代志，明仔载才操烦，一日会艰苦，一日长。那耶稣对咱讲这个，互咱有甚物款的学习呢？主耶稣的教导是甚物？忧虑甲相信天父的看顾，这两项是矛盾的。你若有相信天父的看顾，你就会晓甲忧虑除去。若无你一直忧虑，你就对神无够亏力。所以忧虑是一件浪费的代志啦，浪费时间。浪费思想，甲浪费精神，这是耶稣对咱讲的。耶稣爱咱做甚物呢？唔通看心，咱甚物也袂当做的日子。我是应该计划未来无毋对，但是无等于对未来忧虑，因为一日的难处一日当就好。所以这个出名的诗人家尼布尔，伊有讲一段真出名的话啦，伊讲上帝啊。互我有气力来承担遐个袂当改变的事，但是互我有信心去努力会当改变的。毋过求上帝互我智慧，互我知影讲什么事会当改变的，什么事袂当改变的。咱拄则有听到青少年讲，因要去澎湖即个地选因为过海迄度足侪变数，风若一个来，船若无开，变数就足大。但是，当你有信心的时阵，有时天气好甲天气歹，迄毋是一个绝对的。有时上帝有特别的意思。当咱对未来无烦恼的时阵，咱心就有气力。所以耶稣叫咱毋忧虑，毋是一个安尼躺平啦毋是叫咱躺平，因为耶稣提到2种日子今仔日甲明仔载，所有的忧虑拢甲明仔载有关系忧虑的焦点是对未来的惊吓，同时嘛，甲咱现在喜乐抢去明仔载都还未到，你离烦恼，甲明仔载烦恼起来，今仔日用，你今仔喜乐拢无去所以咱常常是甚物呢？我的身躯活伫今仔日，毋过心活伫明仔载，安尼分离去，会感觉讲非常的迄个重大就对啦所以。毋通忧虑，毋是讲什物拢莫做放外，毋是，是讲你会当努力，但是毋通互迄个惊吓来控制你。你当计划，但是毋通甲安全感建立伫迄个无稳定的金钱顶悬。意思是，一个叫做上帝百姓的人你有真好的准备甲计划，但是迄个气力是在伫上帝内。毋是因为讲我钱多我就稳过安尼。咱嘛知影讲真侪教会咧做建堂的时阵通常拢是无欠到有够钱才咧起啦。咧起的过程中间无钱，就祈祷瓦靠，上帝就自然的供应。迄是一种信心的交托，毋是讲我就欠有够钱才来起。当你欠好我还物价拢起起来佫愈贵安尼感谢主，因为安尼耶稣并毋是要用阮讲接纳咱讲边端啦
咱平淡啊，都免烦恼啊，都放开就对，毋是。伊颠倒爱努力，要爱咱讲努力来工作。所以帖撒罗尼迦后书3章10节讲，若有人毋肯做工，就毋通食饭，吼。啊，你无做，啊，你要搁食，所以有做才有食安尼。上着借着伊受了工作，吼，啊来供应咱的所需要就对了，吼。所以兄弟姊妹，咱面对着这个社会无稳定性，经济啦、工作啦、家庭啦，拢有无稳定。但是咱基督徒上重要的态度是甚物呢？咱做伙来学习，讲今仔日我尽我的本分，明仔载我交我上帝。凡事先求上帝，性命就有平安。啊，迄个是咱一个人生观啦，吼，咱一个价值观。兄弟姊妹，第二咱要讲的是讲，咱伫30上重要这段经文，上帝治理甲伊的义啦。圣经安尼讲，着大声伊的求伊的主权甲伊的旨意是天。这物件就拢会煞互恁，求伊的主权甲伊的旨意，意思是咱凡事用上帝的主权甲旨意做优先。你会发现讲，遐一切上帝已经对你备办好。咱兄弟姊妹，上帝的国毋是上帝伫历史甲自然界的一般性的掌权尔，或者讲即个看到的空间啊，咱看到即个各国啊历史啊，毋是尔。毋是啦，安尼尔，是伫上帝百姓中间的治理。迄治理是咱的生命，对咱生命悔改、委身、相信迄个时刻，上帝国就是耶稣治理的百姓。意思是咱的心有调往上帝，咱的心有归向主耶稣，迄个国就伫咱身上显明啊！啊，这是咱看起讲上帝国的意思吼。先求伊的国，就是甲耶稣治理。看做是上要紧的，伫咱家己的生命中间，伫咱所处的社群内底，甚至伫普世的教会拢做见证。所以咱要追求伊的国家，伊的咱大声问讲：上帝问我安怎做啦？毋是问讲安怎对我有利益？哦，这常常会冲突哦。有时我爱做这，上帝讲这毋通。啊，上帝爱我做啥物？哇，可能我有困难的，你要安怎突破？你要安怎排除？这上足重要。啊，所以意思是讲，互上帝旨意排伫我的利益的头前安尼。比如讲，你生活上哈，咱咧找头路，有可能有几来迄个 offer 哈，就是讲迄个职位要互我。咱毋是问讲，哇，我先问讲薪水上悬迄个啦，毋是干那问安尼啦，对，是咧问讲，咱这份工作是毋是互我失去信仰甲家庭？那这个工课，互你伫家庭、伫信仰有所影响，你可能毋是要选择迄个薪水上悬的，是要选择迄个会当兼顾着信仰、家庭，啊，搁服侍，而且也会当工作。安尼这是一个价值观的衡量吼。有时咱做生意的时阵，毋是只个人问讲啊，我这摊会当赚偌济，是咧讲我安尼做有诚实无？有公道无？有甲人骗无？有时咱拄着冲突，毋是要问讲啊，我要安怎赢？吼啊，强势要赢人，是咧问讲我安怎做才会当活出基督安尼？啊，这拢是咱生活上常常会拄着的。咱咧开钱的时阵，咱毋是只个人问讲啊，这个我有介意无？这个物件啊，我买来爱足欢喜的无？啊是讲我会去问讲，这笔钱是毋是下上帝互我的托付？啊，真侪人在追求迄个物质上的丰富，但是有时你会想讲，这丰富到底是毋是上帝爱我上优先的吼？而且佫包括着时间的安排，毋只是甲工作、娱乐摆满满，嘛咱为着敬拜、为着祈祷、为着服侍、为着咱的家庭留落迄个空位、迄个时间安尼。啊，这拢是咱咧讲追求上帝国，实际生活上咱拢会学习拄着的。咱兄弟姊妹，上帝的义，伊是包含着个人的甲社会的。因为伊是公义的上帝，望每一个人类的群体，拢会当活出正确的生命，毋只是干那讲伫教会那点。
所以有时咱伫教会会中间看到即个社会有黑暗的一面，有迄个无公平的一面，有迄个无公义的一面，迄个无民主的一面。咱在追求上帝国，这嘛是咱的责任呢。因为咱知影讲，人的百姓无活伫迄个人权，无活伫迄个自由甲平安内底，这拢是侵犯着耶稣的上帝国。搁来是讲，咱通过即个，就是透过咱基督徒的生命的见证，吼，咱的生命见证，互伊的义吸引较侪人。因为上帝国家义毋是空嘴讲的，是你的生活、你的生命有活出即个见证，互伊的义吸引较侪人。每一件代志，咱选择上帝看做正确的道路。所以兄弟姊妹，咱讲用生命来见证，咱嘛让伫生活上拢会拄着。咱有时去店里买物件，有时迄生理人无用你钱互伊500互伊，走应该是走200，开300，伊佫甲你走700安尼啦加上500块，伊是掠做讲甲你摕到1000个安尼这个时阵基督徒会安怎想呢？你会想讲哇，赚着啊！今仔日买只物件无开着钱，佫倒赚有人会安尼想足侪人安尼啦。讲今仔运气真好，但是当咱咧想着讲求伊的国甲伊的义的时阵，咱就想着讲，这个毋是我的钱，我应该行倒转去。这是咱日常生活中咧追求主的义的中间的一项。有时咱伫工作上，难免甲同事、甲咱的部门加减有一寡情况会拄着。工作上有漏洞就对啦无人会知影你减做一项代志，嘛无人会当甲你追究。但是基督徒会安尼讲，人毋知，但是上帝知，所以有缘甲代志做好，这是成就伊的国甲伊的义。咱知影讲欧洲基督教的国家，虽然因即马有真侪人安尼无关系，像咱礼拜日来做礼拜，遐侪人做礼拜，因为因渐渐拢世俗化去啊。但是伊的心中嘛拢有一个信仰的即个栽培伫咧有一个牧师伊讲一个见证，伊讲有一摆去欧洲，伊去找一个迄个瑞士的牧师啦迄个牧师就足欢喜，开车载伊去庄脚看因的风景安尼。即个牧师哇，看到迄规个沿路足水的风景，足欢喜足快乐。即个牧师载伊到伫个庄脚的十字路口的时阵伊车甲停落来就先看卖看倒边正边有车来无安尼。等看无车，伊才开过去安尼。咱台湾即个牧师伊就一个好奇讲，牧师我甲你问咱看即个也无厝遮的，也无树仔仔，你开到遮2边无车，你嘛知，先就搁停落来，就直接互过就好啊。讲也无警察伫遮，也无啥物监视器啊。这个牧师甲应答讲，毋是无人看，上帝咧看安尼啦意思是讲，我毋是警察看到，也是讲迄个监视器看到，我才守规矩。我是对我内心，照我应该做的来守。这个牧师伊讲即个故事，伊足见笑的，竟然甲问迄句话，表示讲咱台湾人无足重视这就对啦等下弟姊妹，咱先求上帝国家伊的义，咱意思是讲用个人为中心的志向。会化消去，但是为着上帝志向，永远袂渺小，是愈来愈大。所以咱知影讲，宣教师也是历代真侪人为主做工的人。世间真侪出名的人，世间真侪遐个伫当时足有影响咱的人，当人若过，日子若过，就无人搁认得伊啊。但是当有人追求上帝国甲伊的义，献上伊的一生的时阵，一直受人纪念。这就是咱基督徒一个甲世间无共款的信念，就是我要追求上帝国的迄个方向甲志向。所以为了上帝国甲伊的义会当普遍伫逐个所在，咱有一个雄心壮志就对了这毋是讲叫咱放弃咱的工作，无爱插现实啊。
是一种生活甲白情绪的眼光。我生活的处事，凡事以上帝爱我做的做优先。这就是上帝互你的恩典的一个基本。意思是我先追求上帝国甲伊的义，上帝伫后壁面为你备办的，你就唔免烦恼。所以兄弟姊妹，当咱即款的转变，有几样爱学习的。就是以自我做中心，就是会烦恼、会焦虑，转做用上帝的主权做中心，是信靠的导向。甲上帝的心意、公义、甲疼放伫你决定的第一顺位。你日常所需要的生活，咱的爸就会为你负责安尼。意思前提是，我拢交托啊、信靠啊，上帝就袂甲你放散，上帝互你供应你所需要的。第二，家日常的工作当作是上帝国的延伸呐，上帝国度的延伸。意思讲，我的生活、我的家庭、我伫灶骹，我伫甲人接触，我伫做生理场，我伫我的同事的所在，我咧甲同事做伙工作，这个拢是上帝国的一部分呢。因为你的办公室、你的家庭，就是上帝国彰显的所在安尼。所以第三项爱学习的是讲。咱停止迄个透支，也未来的代志，咱先烦恼，甲明仔载烦恼拢囥囥的。生活化的实践是安怎？甲今仔日应该尽的本分做好，剩的结果交予上帝来负责安尼。当兄弟姊妹，用上帝做中心的志向，用上帝做中心的志向，第一项，一切物质需求拢会得到供应。因为耶稣应允讲，这的物拢要煞互恁，用上帝做中心。第二，当你用主的方向做优先的时阵，事实咱嘛是继续的追求第二个志向。意思讲，我服侍上帝，我跟对主，但是我嘛开始咧做生意啊，我嘛是咧做事业啊，我咧上班啊，我咧投资啊。当你用上帝做优先的时阵，第二个志向，就无阁对你是危害。只是处事那定，因为你甲这个志向追求，迄个物质丰富，放伫上帝国的下面，安尼就无搁再危害到咱。兄弟姊妹，咱这是一个功课啦，基督徒的功课。今仔日的难处，今仔日当就到，听起来真简单吼。但是咱会记得拄则咱讲过，讲咱常常是啥物？身体活伫今仔日，心活伫明仔载。今仔日也未发生的代志。好，咱已经伫心内操翻10遍啦，安尼。他耶稣讲的这话，甲咱做生活上的提醒。今仔日的工作，今仔做好；今仔的功课，今仔完成；今仔日恩典，今仔感谢。明仔载的代志，明仔载就交予咱的上帝。今仔日咱先尽本分，明仔载交予上帝。凡事求上帝，性命就平安。先求上帝，毋是。无爱生活是互上帝成做咱生活的第一位。兄弟姊妹，先求上帝国甲伊的义，毋是大声四过讲喊话讲我咧追求上帝国甲义。基督徒是爱努力发展伊的运势、机会，延伸伊的影响力，伫各行各业表现有杰出。意思讲，你伫你家己的行业，伫你家己的工作场，你有好的表现，这是上帝国的延伸呢。因为这个志向毋是干那为着要碰碰家己，建立你私人的帝国，是因为你借着这抱负、甲荣耀来归予咱的上帝。当兄弟姊妹，无为明仔载忧虑，甲咱教会嘛同款的意思。咱的福音教会过去50冬，咱经历上帝恩典，未来道路咱嘛无烦恼、无看虑。因为咱虽然毋知影明仔载会怎样啊，但咱知影明仔载有关伫上帝手中。咱伫咧庆祝50周年，真侪时间，无论在操练，无论是咧演习，也是咱真侪礼典邀请少年人来参与，这部分拢是咱咧铺排，或者少年人有迄个发表的机会，有迄个服侍的机会，然后咱将伊交予咱的上帝。兄弟姊妹，结论来讲，第一。毋通为着明仔载恐慌惊吓，因为天父知影咱的需要。第二，既然咱中心来生活，
今仔日应该把咱的代志做好。第三，一生追求上帝国，哦，上帝旨意成做咱上大的追求。这是咱通过耶稣所给咱这个重要的教示，就是咱成做伊的仆人，有军队伊的脚步，你就有信心知影，我的确会得到生命的供应。愿咱领受到这款的祝福。上帝国的义，上帝国的主权，临到伫咱的教会，临到伫咱的家庭，临到伫咱的职场，临到伫咱每一个有影响咱的人身上。感谢主，这是咱要撒开来祈祷，祈祷了后，咱就来进行这个洗礼式吼。咱请同工小会员以及咱这的受洗兄弟先来准备，咱撒开来祈祷。主，我的上帝，感谢你无限的恩典，因你听阮。你知影世间人拢共款面临着真多的挑战、困难，物质上的、生活上的，做社会变数。而这款，大人拢有共款的挑战的中间，你爱万生，求你的国甲你的义，因为遐的烦恼甲看路，用人的办法无一定解决得了。总是当阮信心倚靠交托伫主的时阵，我发现主你已经把阮的忧虑除去啊，阮的困难你也甲阮排解啊，阮的欠缺你也甲阮供应啊。非常的今仔日，阮大家三合组织伫遮，通过50周年的圣礼典，要来见证上帝你的救恩。愿你互阮领受这款的开达甲信心，毋是只干啊口头上、字面上、理智上的理解，是阮伫生活中实践。到底阮追求上帝国家己，是毋是阮一切拢失去？也是上帝迄个，互阮袂当测度的恩典，加倍施落伫阮中间。这是一个信心的功课，也是追求上帝国上大的应允。愿主你祝福伫阮下面所要举行的礼式。感谢祈祷，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兄弟姊妹，咱